你吼平常时度，你家社会吼，不论是做体育啦吼，然后当医生吧，然后其实因为压力好大，吼，其实大家都冇想到系要去面对你自家嘅问题。不过师像家下财先生讲嘅哦，舞叫剧团安样嘅舞蹈，其实一开始对舞者来讲，练习嘅时间，其实就是你要先面对你自家性管条件问题。当你性管条件问题困难全部结束过咧，所以你嘅跳舞来面对自家，所以你变平静过后，所以你遇到安样嘅。你讲修炼也好，修行也好，你有安样嘅能量过后，你去到个舞台上面，其实你本乡亲朋友，你本所有嘅观众朋友是有够安样嘅一种纯净嘅能量，所以难怪线上讲嘅，像安样嘅舞马，像大家看到嘅安样嘅舞马，大家可能有看到有冇个男生。谁来改舞者？有没有？你看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力量，安样专注改精神，专注改感觉，所以难怪。看表演感应，是像线上讲，很多男生谁来你看过表演过后，他不肯离开，他在现场会一直不断的哭泣、惊叫。对，我想跟老师讲的，让乡亲朋友讲的，因为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，观众朋友来讲，去可能安永改看安永改不透表演，去到安永改跳团，那也许是他自己。内在里面，他面对他自己的困境的时刻，所以他的感动是来自于他想到原来他心中有这么多的负面能量也好，释放，对的一种释放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感觉上我好像讲太共同斗哦，不过思想动音哦，他平常你没有感觉，你觉得他很乐观、动快乐，可是等到你让他真的平静下来，去面对自己。内在嘅生命嘅世界，他会发现，原来他还是有动都需要释放的东西。对，老师这样子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走的一款无垢的表演了？当然是不是有一点点紧谱嘞？走得好了解一块写世界，我说哇，了解一种动难改境界又爱用个感受所以线上刚好有讲到。你们这样的表演，其实除了面对自我之外，我们也知道线上每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演，其实你们可以说好像是天人合一的感受这样讲会不会有点？我简单讲一下 N 跳舞的个开始N 就当6字口诀但是 N 的晋升是讲 N 练舞前安静，安静、静定、松沉缓。安静是先请下来 ，N 就立做来，就是 N 为这个安静，这个安静静坐。然后我们整个团体都会静坐，或是我们前面会有个起伏，念个心经心经，让大家良静，该不是特别什么宗教信仰。事实上，林老师会觉得那个东西会让我们安静下来，然后你沉静下来之后，你就会安定。要静身什么停下来，停下来一静身呼吸，身体就会慢慢放松，静定到松，有没有呼吸就会沉缓，慢降嘞，你是不是头抬起，第个头起有慢输送到你全身，一直放松，到松沉缓，静到就是他那个谁来有没有？发劲的力量就出现了啊，谁么意思？内劲就会出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。经过按6则时的静定松沉缓你走在开始面对讲，你俩2点钟的跳舞，你要原班落去。按基本功没按用当一样走。没有经过这些其实很难。为什么？按动都跳舞那个舞者70年次的，在外面可能就是滑手机、低头族。太 pop 唱歌跳舞那种，可是他怎么样让自己安静下来？这就一定要经过这些训练当夜练功，一幕练功你心是会呼起的，所以就是跳舞跳舌头，他的舞者该卸妆之后，大家观众可能你敢陪跳绳该跳舞跟从灵夫能音容，系胸腔音啊，不管是经过。无垢的空间，然后在这训练的过程，大家的氛围一起塑造出来。所以一般来讲跳舞界你当一对练基本功，你讲基本功，不过可能当应该基本功是拉筋，从某系练体力，又系讲不过到舞蹈或者剧团来讲，记得当一会练个基本功，线上要讲2点钟以上。不过我相信上记得个基本功，要动到个时间是。本一家点请下来，点请线上，所以系讲是同时间冇练安个基本功，
哇，是硬翘翘，是硬翘翘，系吗？是硬翘翘，所以线上你都无够跳舞跳安动年了，是你还是每天当你都会尽量维持按用基本尽量维持，哎，你要搞嘛哈，如果排练，所以按用不同的舞者来台课程啊，台下就得互相交换一些心得，然后把自己的那个精华的东西也可以传授给下面，所以互相在练当中，爱美不放弃，一定啊，总得放弃。爱美而练哈，因为日本人爱又的像叫花神技，就是爱美而送去，啊，你关系是老师讲，我可以一天右左右手哦，爱填修，所以爱基本功填练，啊，其他的我爱是填拍啦。不过吼，有一天爱上一天老乡亲朋友来分享个，你经讲到舞蹈剧团记得练练基本功吼，按样个方式，大家上看记得会读。上台表演之前，可能有2点钟到3点钟嘅时间，记得会先点前记得嘅心，好记得会完全嘅心，吼，思想线上记得讲嘅，他们有记得嘅步骤，吼，有个祈福嘅仪式嘅就是按用嘅歌唱哈。可是我想讲，那是因为表演之前，可是事实上按用嘅基本功，老师你们在平常，这样舞团拼松西每个舞者其实是按用来练嘞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老实说，线上。要面对自己不是这么那按贵改事情，那按简单改事情。我有特别看到老师特别看到哈，无垢剧团毕论功，你们今天可能要跟大地接近，要跟土地接近，然后土地的讲训改时间，你们是不是还让舞者亲自，去真的去？接近去接近土地，是不是喊去从割毛啊？你知道台下跳舞有冇哇？系到你个舞蹈个搞师地图连性体有冇哇拉筋？你都会先去割毛，你们要先去割稻。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巧合，因为老师2009年60岁哦，啊个家学生西俊村，每期动走起的学生，啊其实本老师一个惊喜，其实讲叫带60颗从喜马拉雅山拿回来的石头，送本老师，啊叫送本老师，个是叫介绍一只朋友，那林泉居，他刚好在当代艺术馆，记得在总天。这个台北市总天哈，总部台下看那个该从插秧一直慢慢到长大，让台北市人看到。我们那个我割下来了呀，是老师只知道这件事情，读书给我编人家新舞，只是讲我们就去一种好，就准备好。这个镰刀啊，那个镰嘛，还有带饭团哦。我们按整个也是走在雨鞋哈，一把一把用割去割稻，让我们去感觉到你割该割下不多少的生命，你两割割起来，它很多的生命就牺牲了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珍惜你这一把，可能是米，你将来要吃下去，所以舞者去体验这个经验之后，这个是晒好，按这个一把一把来吊起来，不会要是变成来道具。对，没错，变成你要跳舞你们的这个剧场，然后你们的这里面的道具之一嘛，然后舞者拿起来就很有感觉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割下来的，然后晒的时候全身痒的呀，冻坏哟，该麻雀没来哦，不过你一把一把全部一起给它走过来，所以老师是讲，你用什么样子拿起来夯？因为老师编舞去动身体，我体日摆可能给用编舞，就是道具随手要拿起来哦，其实还用夯啊，其实就该感觉是讲，大家一张一张诗给夯出来。我们给大家个硕，就是一头一段序曲就出来了，然后那个音乐是很冥想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哼出来哦，木吉不哼出来哦，整个人一按琴这个哼哦，因为看到这个，所以无过动都有晋升是来自舞者去动专心，只做一件事情，走在这个土地，就像我们去一个歌该。那个泥土，对，应该泥土踩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想到那些生命，它为你牺牲了。你走的时候是不是很轻柔？所以夯鲁是克里斯老师是感觉那个土地，然后你要很轻很松，不然你就会伤害更多的生命。没有错，走满一听跟老师讨论到，你基本功改练习哈，因为舞者连按改基本功哈，我们那时候按简单都第不读冥想拼紧调容，所以听说老乡全部在分享，所以一旦
安用跳舞感音去亲自去观摩，去感受太阳，感受日头，去感受去脚台。丢改奶去感受去面对的其他的这个地不独改生命改生命，所以叫安用改感受过后，所以它其实就是完全的合一，对，然后再才能有办法独改物推当够完全完全的，等于是把自己丢掉，对对对，让几个丢掉，然后才可以在上面呈现。所以其实这就是。其实我们你讲完到哈，两团下来咧，然后老乡亲们来分享，这就是舞构，完完全全的舞蹈的精神也好，你大白你外面的人对舞构的注解也好，天地音文法然后还有的人们讲，哎呀，那是用宗教的这种。重搞改一种小小的结它，然后结合也好，其实我觉得是万物生灵，对对对，合而为一的这种感受哈。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一款无垢表让感应，心灵就会同时得到平静到。就是它有个反刍的感受，所以又要用平静来构唱。所以其实舞者很辛苦哦，跳舞还会感冒哎。如果没动身，大家不是用就是接触过哈，大家很兴奋哦，整个以清零妈来带哦。走一招反吞哦，老师讲一定要重音，整个人感冒了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让舞者有趣味又生活化。其实 N 老师教 N 的就是从生活开始。我想哈乡亲朋友哈，除了记得按用心情来训练，心来训练，然后基本功来训练，到对 N 的身法感受来训练哈，再有按用来表演。不过我们也是按单强按用音哈，其实记得要来表演。动困难哦，用英讲的，因为你都要看见到表演个皮肤吼，个肌肉个线条，你是滴，等下就肌肤来看到，不过吼，请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来。